秘密。你莫甲别人讲哦。好，好，我就敢甲你讲尔。好，你先讲。请问俗语伫咧讲袂晓剃头拄着好手，啊是啥物意思咧？袂晓剃头，袂晓剃头，拄着好手；袂晓剃头，拄着好好手。手，是好手。剃头甲好手。我感觉是，觉得是 A 呢，应该是觉得 A 就是错误吧？可能伊剃头，然后这个用的好手，我也觉得哦，可能伊要剃头的时阵，唔知要怎用这个，对好手个对啊，对好你会手啊考虑。当问你教会朋友啊？你感觉我敢你一个人来尔咧。我们有 A 也有 B 啊。有人讲的是 A， 有人讲的是 B 就对啦。哎，啊，不过你拄仔那解水够有力咧。 A 的理性比较大。尊重规定讲的。好啦，A 了 A 好啊 A 啊 A，这边有人有 A 嘛吼？对啊，两个 A 啦。是，啊两个 B。两个 B。是，啊你选的是。啊，安尼我该通选 B。不要紧哦，不要紧哦。好嘿。好啦，B 好啦。 B 好。好，拄着生疏的代志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，得着6000块咯！哇！以前的剃头店吼，其实因拢包括你这个喙手爱剃嘛，啊，还有加剪加鸟耳屎咯有吼。啊，这个可能拄好3年4个月拄好出师尔，拄好出来讲斗3工，唔过太第一个人客竟然好手，伊都爱哭足久的，啊，搁爱。足斟酌的，啊，搁惊去甲撩着，所以袂晓剃头，搁拄着好手的，吼，这工课足歹芳。啊，另外这款有当时啊，就是讲拄着较困难的代志，嘛会当讲拄做新妇，啊，煞去拄着歹大家，吼，啊，就是讲爱足侪所在爱足认真去学。